Hi，大家好，我係 Wilson，我好中意研究六合彩，希望我嘅分析同埋預測可以幫到大家。大家好啊，我有一輪都冇拍片講六合彩嘅啦已經，咁但係最近因為有1.2億嘅六合彩投注，咁呢期係我發現到有啲嘢都幾特別嘅。首先就中晒我講嘅8循環啦，即係開嘅號碼係最近嗰幾期嘅號碼裏邊已經有齊晒頭獎要中嗰6個字。咁當然之前有其他人就話哇，求其你噏一紮字出嚟，長期買都係中頭獎啦。咁我唔需要同人爭論啦，亦都冇乜意思嘅。咁我想講翻我今次我見到有啲咩號碼。今次呢，我見到一個字，直頭呢啲號碼組合咗一個字出嚟嘅，就係一個企字啊。咁個企字呢，最近呢，第120期六合彩就開咗3個18、28、38，之後就連續開咗幾期28加埋38，但係到咗125期呢，你睇到我呢張圖就出咗個8同埋48。126期呢就開咗18同埋38，到1.2億呢期呢，其實你望到好順理成章就係開28，差唔多係肯定咁滯。跟住呢，其他8、18、38、48呢係唔會開嘅。咁喺中獎之前，即係開獎之前呢，其實我冇中獎啊。咁啊，開獎之前呢，我已經發現到呢個咁特別嘅一個中文字啊，直頭係好奇怪。咁跟住我就諗啦，其實我之前都預測係有六合彩，我係會開最近嘅幾期號碼啊嘛。咁我睇翻呢，最近呢就開8期之前嘅號碼係比較少嘅，反而開7期之前嘅號碼比較多嘅。咁你數翻，你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7期呢就係120期。即係127期咧就係1.2億啊嘛，7期之前咧就120期。仲有發現到一樣嘢咧，就係旁邊特別號碼，你見到成呢度呢7個特別號碼最近都唔開特別號碼嘅。咁我分析完之後咧，其實我覺得嗰陣時我買開獎之前咧，我係覺得嗰啲特別號碼係唔會開嘅。跟住咧，另外我再睇翻咧37號咧就連續出咗2期啦，125期同埋126期都開咗。咁唔係個個號碼咧都會連續開3次嘅，因為對上咧120期、121期咧都係開咗2次嘅，所以我就諗住37號都唔買。跟住咧。加埋而家我冇咗特別號碼啦，冇咗啱啱嗰個係37啦。如果冇咗特別號有特別號碼同埋37咧，就總數呢7期有31個字。咁如果冇咗37咧，就會再少一個字啦。同埋咧，另外仲有咧就係19號。9字同19呢，你哋睇得到呢，其實佢好特別嘅，佢係隔期開嘅。咁我另外再睇翻另一份表啦。咁9字尾嘅號碼，例如117期就開咗19同埋39，之後第119期隔咗一期就開9號、49號。我發覺呢9字呢，其實係隔一期開2個，假期開2個。咁啱呢，就係第124期就開咗19、39，到咗126期呢，就開29、39。咁其實順理成章呢，預測其實127期呢係唔會有9字嘅號碼嘅，所以其實呢9字呢可以飛咗去唔買。咁另外呢，跟住冇咗9字號碼啦。冇晒9字嘅號碼啦，
八字號碼就剩翻28啦，又冇37啦。跟住剩翻落嚟呢，就有2個單丁嘅號碼，分別就係你見到就係11，跟住下一個號碼呢，就係呢紮數字之中呢，就剩翻2字，係2字尾嘅得一個，5字尾嘅又係得一個。咁如果減埋2字尾同呢個2字2號啦，同埋35號之後呢，咁你呢度總數呢，就見到係有16個字。如果我因為28號呢，基本上我係攞嚟做膽噶啦，因為直頭砌咗一個中文字企字出嚟啊嘛。咁所以呢，其實如果我一膽拖15腳嘅話呢，就係15,015蚊。如果我嗰陣時呢期我有勇氣去咁樣買嘅話呢，我呢期係會中得到頭獎嘅。但係其實我想特別都同你哋講，基本上六合彩其實係你買10蚊呢，真係純粹係運氣嘅。如果係要技術再加組合呢，其實一定要買複式或者買好似一膽好多個腳，先有機會中到頭獎嘅。如果唔係，其實你點樣買都好難中。所以我有陣時都想我開個Patreon教大家點樣買六合彩，或者俾我啲分析結果出嚟。但係你話要好容易中到六合彩呢，其實係基本上係好難嘅。同埋你如果唔買複式或者係將個買到好大銀碼呢，係好難中得到。咁我今次當然我梗係冇用15,015蚊買啦，因為太多錢，而且我都唔敢同自己保證，我減咗以上嘅號碼，我一定中，一定會中得到頭獎。如果唔中，我就冇咗15,000蚊。咁我生活又而家之前攞啲錢嚟睇晒醫生啦，咁而家又唔係好多錢，冇乜錢去再搏所以就冇去。最後呢，我冇咁樣買，求其買咗100蚊到六合彩就算啦。咁所以我特別拍條片呢，就會同大家講下。咁之前我喺啲留言嗰度都講，曾經有預測過係例如我18個字有機會中咗6個字啦，同埋有陣時真係好好彩嘅話係12個字中6個字啦，即係好好運氣咁先至有機會。所以你話如果你諗住6個字係中六合彩頭獎，其實我覺得最好就係買電腦飛。咁至於我諗緊教唔教大家將我啲分析俾大家睇下，教大家點樣買六合彩咯。因為我自己冇中過頭獎冇中過二獎，就算我講我分析中咗呢，其實我講都未必有人信。我驚有人話我係話呃人騙徒亂笠吹水咁樣。咁我諗其實好少人會好似我咁樣將啲六合彩嘅號碼全部拆開再組合，再拆開再組合，用唔同嘅組合編排，再分析邊個號碼有機會。如果唔係呢，其實你會唔會砌到我個棋子出嚟嘅？但係我分析完係咪一定會中呢？我又冇辦法可以好確定咁樣話到俾大家聽。咁樣就一定會中，因為六合彩係隨機號碼。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費事講太多，嘥大家時間。咁有緣嘅話，大家再傾咯。多謝你哋。